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要介紹一隻錶迷必收嘅經典，Longchamp嘅傳奇潛水復刻腕錶。呢隻 Legend Diver 最初係1959年面世，專為潛水員而設，採用 Super Compressor 嘅雙錶冠設計，係一個內置嘅潛水計時錶圈，可以防止潛水員喺水底誤觸，係潛水錶界嘅經典。今次呢隻復刻版保留晒復古嘅味道，外形簡約又大方。錶殼係用42mm 嘅精鋼製造，配有抗磨損寶石錶面，採用旋入式嘅錶背同埋錶冠，防水深度係高達300米。錶盤係採用咗型格嘅煙燻灰色面，阿拉伯數字嘅時錶配以瑞士嘅 Super Lumilova 夜光塗層，再採用埋銀色拋光指針，細緻位都做得好有質感。機芯係採用緊瑞士 L888 自動上鏈機械機芯，動力儲存有72小時。錶帶係採用灰色嘅合成纖維，戴上手舒服啦，又易襯衫。成隻錶咧只係重90 gram， 做日常嘅 daily watch 咧就最啱啦。Longchamp呢隻 Legend Diver 係一隻集經典復古設計同埋高質感於一身嘅潛水錶，官網定價20,800蚊。而家我哋做緊一個超筍嘅折扣，折咗咧萬零蚊就買到啦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嘅錶迷快啲嚟試下啦！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